南的旺来季嘛到了。山上区农会今仔日开工，开始来做这个旺来干，要来拼业绩。来到台南山上区农会加工场，会使看到真个工作人员为你写旺来，这是今年做旺来干的现场。农会人员开始动工，准备要做出好食的旺来干。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量产期啊，但是我们希望说可以赶快就是协助农民来稳定这个市场的价格，然后达到产销平衡。山上农会主要是甲农友买金选17岁品种来做旺来干，虽然讲今年有受到气候的影响，产季有延后，不过品质同款袂歹。我们就是原汁原味，然后直接采收完当天就是直接现销进去做烘烤的动作。估计头一批产品伫清明年假后就使上市，时到就使互各地消费者去享受到来自台南的好滋味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